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 Man 哥娛樂頻道。今日嘅話題我諗咗好耐噶啦，因為呢個題目呢可能會令你覺得有冇咁誇張啊？我唔係以一個瘋狂脂粉講嘢，而係以一個見識過無數人與事、中西方嘅嘢，以我嘅觀察同感覺，忍唔住抒發呢下面嘅意見。咁我哋要講嘅呢，就係嚴明熙 Gigi 係香港樂壇幾十年嚟一遇嘅完美 package。我會從5個維度去講 ：perfect face、perfect 身材、perfect 歌藝、perfect 嘅氣質、perfect 嘅品格，全部都係頂尖。呢種全方位嘅藝人，對上一次可能要追溯到邊個呢？今日我會逐樣拆解 Gigi 嘅5個完美，解釋點解佢係一個時代嘅異數，點解佢嘅出現係香港樂壇嘅福氣。開始前請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呢個係新頻道，而家嘅目標係1000個訂閱，多謝支持，請訂閱幫我達標，感激不盡。首先要講嘅就係 Gigi 嘅樣貌。我哋唔係講靚唔靚咁表面，而係講一種高貴嘅氣質。Gigi 嘅臉孔係典型嘅完美東方女子臉孔，唔係西化嘅深邃五官，而係一種溫軟中帶柔美、帶堅毅嘅東方美。我哋用面相學嚟印證一下 Gigi 嘅眼耳口鼻，喺東方嘅相學嚟講呢，係生得好完美嘅。佢個額頭係屬於高闊同埋飽滿嘅類型。響相學嚟講，呢種額頭代表咩呢？代表呢個人聰明、有能力，響佢嘅行業容易出名，事業運好好，可能年輕嘅時候已經有貴人相助。咁大家諗下 ，Gigi 16歲參加《聲夢傳奇》奪冠，17歲登上《聲生不息》舞台爆紅內地，21歲已經獲得卡地亞邀請，成為 Sony Music 3地力捧嘅歌手。呢啲係咪年輕嘅時候已經有貴人相助？好啦，額頭高闊飽滿嘅女性，個鼻生得靚，表示會有好姻緣，嫁到好老公，有幸福美滿嘅婚姻。雖然 Gigi 而家注重事業，但呢個都會反映咗佢嘅福氣係全面嘅。無論一個人嘅相生得幾好，最重要嘅都仲係眼神。Gigi 嘅眼神充滿愛心、溫暖，眼神內藏，同啲前輩企埋一齊，不卑不昂，睇得出佢好穩定嘅心態，佢嘅自信。咁呢個對於人嘅本身事業前途係好重要。好啦，第二部分講下佢嘅 perfect 嘅身材。Gigi 嘅身材可以用4個字去形容：東方完美。Gigi 嘅身材唔係嗰種刻意賣弄性感，而係一種健康、自然、優雅嘅體態美。佢嘅線條係東方女性最理想嘅比例。佢夠高，頭身腰腿比例完美，唔太瘦，唔太豐滿，而係啱啱好。呢種自然美啱啱就係高端時尚品牌最中意嘅，因為佢代表一種不費力嘅優雅。Gigi 會係高級時尚品牌爭奪嘅代言人。好啦，講完外在，講內在。Gigi 最核心嘅競爭力始終係佢嘅歌藝。呢個我之前都講咗好多，而家再簡單講下。Gigi 有超越年齡嘅情感表達。有樂評人形容 Gigi 係用智慧喺度唱歌嘅女孩。佢嘅厲害之處係能夠用16歲嘅年紀唱出超越年齡嘅情感深度。由領悟嘅情感爆發 ，Bad Romance 嘅暗黑風格，風女嘅空靈治愈，到愛情陷阱嘅冷豔 ，Gigi 嘅聲線可塑性極高，可以適應唔同嘅音樂類型。佢喺聲生不息演唱飛飛，有啲樂評人總結得好好，佢話能夠聽到飽滿嘅力度，有間雜着飄逸嘅仙音，轉換自如，一氣呵成。有好多前輩都讚佢。譚詠麟話佢係香港近10幾年嚟非常難得嘅一個歌手，聲音嘅辨識度非常高，
莫文蔚話：Gigi 唱得非常好，好專業。我10幾歲嘅時候都係懵懂無知，但係佢好快就已經達到現在嘅位置，有自信、有膽識，唔怯場。不過佢係新生代。張學友都有公開讚賞佢嘅實力。3個天王天后人馬都認證，就係 Gigi 歌藝嘅最佳背書。樂壇教父鮑比達更加認為 Gigi 有能力成為一個音樂藝術家。好啦，第4部分 Gigi perfect 嘅氣質，仙氣高貴，不卑不昂。先講下 Gigi 仙氣嘅來源。Gigi 嘅氣質係一種清冷加溫婉嘅混合體，佢唔屬於甜美可愛型，亦都唔屬於性感火辣型，而係一種有啲距離感但唔係高傲嘅氣質。傳媒認為佢嘅新造型散發出滿滿嘅仙氣，呢個仙氣到底係咩呢？我覺得係一種唔屬於凡間嘅脫俗感。佢企喺度，你就會覺得佢係一個藝術家，而唔係一個普通嘅 entertainer。呢種眼神唔係放電嗰種，而係溫暖而內藏嘅眼神，令佢嘅氣質更加襟睇，更加有深度。Gigi 嘅氣質仲有一個重要特點，係不卑不昂。佢唔會因為自己紅咗而囂張，亦唔會因為面對前輩而畏縮。嗱，你睇下呢幾張佢同前輩合照嘅相，你就感覺到佢嘅氣質穩定、自信同埋謙遜。佢嘅謙遜態度配合佢嘅自信，正正係不卑不昂嘅最佳示範。好啦，第5部分，佢 perfect 嘅品格，真摯、謙虛、堅毅，有自己嘅目標。Gigi 嘅真摯係佢最吸引人嘅地方。佢可以承認自己有選擇困難症，因為低潮而喊。佢承認自己係一個少講嘢嘅女仔，性格慢熱內向，正常嘅交談可能比較乏味，但中意天馬行空嘅想像。喺一個充滿人設嘅娛樂圈裏面，Gigi 嘅真摯反為成為咗佢最大嘅賣點。佢唔需要扮嘢，因為佢本身就已經好可愛。2022年，Gigi 憑住《星夢傳奇》奪冠後，獲得大量嘅獎項提名。記者問佢對獎項有冇信心，佢話冇，我係一個冇信心嘅人。信心係人哋俾，甚至有時我仲會磨滅自己嘅鬥志。我嘅搏鬥係自己同內心嘅自己。喺而家呢個階段，我覺得最重要係學嘢。呢種謙虛唔係扮出嚟，而係發自內心嘅。佢知道自己仲係年輕，仲有好多嘢要學。所以佢唔會因為一時嘅成功而自滿。2023年，Gigi 獲選為香港傑出少年。當時嘅頒獎典禮，佢着住校服，戴上眼鏡同口罩，低調現身。網民就大讚 Gigi 嚴明熙係一個不可多得、品學兼優、人品好、善良、低調而謙虛有禮嘅人才，係現今世俗嘅清泉。好啦，講下佢嘅堅毅。Gigi 響追夢之路並唔容易，佢自小因雙非背景同父母分隔兩地生活，由姑丈姑媽湊大。佢曾經響訪問中分享：我細個時候成日掛住父母，佢哋會嚟香港探我。記得爸爸有一次趁我瞓覺嘅時候離開，我一瞓醒發覺爸爸媽媽唔見咗，我喊住要返內地。面對同家人嘅分離，面對學業同影藝事業嘅雙重壓力，Gigi 曾經諗過輟學，但最後佢選擇咁講：我明白以學生身份去當歌手呢條路相信會好困難，曾經想過係要輟學，但我又認為讀書好重要，有助我進步，所以喺學校做好學生嘅本分，做歌手就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。呢個唔係壞事，兩件事可以共存。預料呢條路會走得好辛苦，唔緊要，我係中意挑戰嘅人。佢有自己嘅目標。Gigi 曾經分享，佢嘅夢就係用歌聲做一個護士，治癒人心。呢個目標從16歲到21歲從來冇變過。佢仲有一個好可愛嘅夢想，買10層樓。雖然佢之後笑住話暫時放低，但呢個夢想背後係佢對家人嘅愛，佢想照顧所有愛佢嘅人。
嗱，呢5個維度係互相強化嘅。大家諗下，如果 Gigi 得 perfect 嘅歌藝，但冇 perfect 嘅 face 同埋 perfect 嘅氣質，佢可以去到卡地亞晚宴表演咩？可能會，但唔會獲得同樣嘅關注。如果佢得 perfect face 同 perfect 身材，但冇 perfect 嘅歌藝，佢可以做到一個 model， 但唔可以成為一個天后。Gigi 嘅成功係在於佢樣樣有，樣樣 perfect。呢種全方位嘅特質喺香港樂壇歷史上真係極少見。你認為在過去嘅幾十年，香港有冇歌手5個維度都咁頂尖嘅呢？我諗都係諗唔到。我見過咁多嘢，真係諗唔到有邊個。香港好多明星名人，好多好值得欣賞。美係主觀嘅，各有所愛。但要5個維度都頂尖呢，我就真係諗唔到啦。如果你哋諗到邊個，留言話我知。最後我想展望下 Gigi 嘅未來。Gigi 已經有 Sony Music 嘅國際網絡支持，依佢嘅唱功可塑性，只要時機成熟，佢完全有能力進軍內地國際市場。無論係廣東歌、國語歌、英文歌都會成功。我更加期待佢寫自己嘅歌，佢係絕對有嗰個藝術創作嘅天分。好啦，第二，佢會喺高端時尚市場嘅進一步擴展。卡地亞只係開始，Gigi會吸引更多高端品牌嘅注意。時裝、珠寶、美容、汽車，只要係需要高級感嘅品牌，Gigi都會係代言人嘅理想人選。好啦，自己嘅品牌，以 Gigi 嘅藝術天分去修讀時裝設計，響歌唱同埋時尚界嘅形象，佢出自己嘅品牌，只係時間同埋機遇嘅問題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Gigi 嘅出現係香港樂壇嘅福氣。佢嘅完美 full package 唔係人工製造嘅偶像，而係天賦加努力加機遇嘅自然結果。佢有 perfect 嘅 face， 但佢唔靠樣揾食。佢有 perfect 嘅身材，但佢唔靠性感搏出位。佢有 perfect 嘅歌藝，但佢仍然不斷學習。佢有 perfect 嘅氣質，但佢唔高傲。佢有 perfect 嘅品格，但佢唔覺得自己好叻。呢個就係嚴明熙，一個21歲嘅女仔，一個用真摯同努力去打動人心嘅歌手，一個香港樂壇幾十年一遇嘅完美 package。我講呢啲唔係因為我係一個瘋狂嘅Gigi粉絲迷，只不過我係好似我講係睇咗咁多嘢，見過咁多人，真係覺得呢個女孩子，唔好講個女孩子啦，呢個係年輕女子，真係好難得。好，我哋會繼續支持 Gigi， 見證佢由小天后進化成為時代天后嘅每一步，保持真摯謙遜。你對 Gigi 呢個 package 點睇呢？記得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